90%嘅保時捷引擎報廢源於呢一步。引擎保養不當，引擎被飛鏢維修，曲軸軸瓦抱死，拋光異響爆震，經典車引擎挽救。香港997.1經典跑車，因為發動機嚴重敲光異響，無法正常行車，從香港拖車到店檢查維修。本次檢查到共有3大致命傷連鎖反應：一、飛鏢維修安裝，發動機核心部件缺失數據測量。你可以睇到呢個成個係已經磨損咗啦，呢一笪同埋呢一圈可以好明顯咁睇到嘅。原車機件勞損過度仍繼續安裝。2、潤滑系統災難，錯誤選用唔符合黏度要求嘅機油，發動機內部機件失去有效保護。3、核心嚴重損傷，曲軸軸瓦異常磨損，曲軸變形，活塞拉缸，發動機全面報廢。依家呢個缸係好明顯係拉咗嘅，最嚴重嘅就係呢個。咁我哋依家睇到呢個活塞咧都係有問題嘅。我哋正常咁睇啊。呢個係撳得喐嘅，一撳佢有響聲嘅。咁咧我哋試下其他嘅，全部都係唔喐嘅。就係呢個有問題，徹底分解啦。咁最主要嘅咧就係頭先嘅嗰隻缸，睇到未？呢個咧就直接係磨損到冇啦。睇呢個曲軸。你睇呢個面，你睇呢啲活塞磨到嘅位置。最主要係呢個，你可以睇下個其他正常嘅平面，佢係好光滑嘅。咁我哋再睇下呢個，佢就係直接係有磨損嘅。針對客戶保留原車零件嘅意願，我哋採用進口鋼套鑲嵌、強化鋼體結構、壽命延長3倍、數控研磨工藝、恢復鋼體精度至2個 C、激光復焊技術、精準修復曲軸變形部位，全程應用發動機再製造標準，採用修復工藝代替零件換新，直接幫車主慳咗10幾萬。通過專業 DIN 標準修復工藝，不僅讓報廢發動機重生，更收穫3重價值：機械性能超越原廠狀態，延長發動機生命週期5到10年，保留原車發動機嘅經典收藏價值。重生時刻，當機械心臟重新搏動，我哋守護嘅唔單止係鋼鐵之軀，更係跨越時代嘅經典車信仰。專業修復讓情懷落地，用精密工藝延續復古情懷。